后来继续来到屏东枋寮乡新开村的石头营，这是二次大战的遗迹，曾发现有微爆弹，日军的北军团前往处理。因为附近当咧进行供电工程的时间，关议员蒋岳飞得到消息，带领民众封路抗议，要求厂商来停工。但是这个过程中，伊煞捡迄个微爆弹来翕相，这是真危险的行为。警方讲，发现到不明的爆裂物，千万唔通去摸去吸，万不然啊引发到爆炸，效果不堪设想。不顾人民的安全，不顾人民的安全。报电话以为大声咧抗议，这到底是在抗议啥？失误又发掘到第二颗。原来伫屏东枋寮新开村石头营，这个所在去发现到二次世界大战未爆炸的炸弹。来看这个关议员打头，才哩知炸弹用手就甲拎起来，实在互人看到会惊。边仔民众原来有样看样，将炸弹当作七头面。听起来就是说，事实上我也要告诉政府说，其实破爆弹就是在我的手上，然后呢，你们还不。其实是很危险的。议员强调，因为发现这炸弹所在附近都有工程在进行，伊烦恼这有危险，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政府注意。但是民众就要注意，这真正唔通起恶。当然，这个行为是危险的行为，我们不做这个建议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民众来通知警方到场。警方强调，若发现炸弹，一定要马上通报警方，唔通家己乌白去摸，安尼才袂发生危险。